苏荷，孩子百天快到了，咱去七里拍个全家福吧。正好，老婆，到时候把爸妈叫上，咱们好好聚餐，热闹一下，挺长时间没见了。行。行，老婆，我出去喂下家里牛羊，咱俩回来喝早茶。行，那你快去快回吧。行。这昨天这雪下的还可以啊，挺厚的。这3、9天挺冷的，赶紧把牛羊喂了。哎呀，后面都是我的保镖，嘿嘿，这么多保镖跟着呢。哦吼吼朋友们，这草原3、9天太冷了，回去不吃点牛排，太对不起你们了，牛哥，你们得多吃点草啊，要不然哪来的那么多膘？这就是我家牧羊犬，我草还没扔完呢，我家狗不让羊出来。牛妈妈来了，小牛也该吃奶了，快出来吧，吃奶啦，吃奶吧，真可爱，一堆黄边牛排。老婆，苏荷，正好家里剩点山楂，你做个糖葫芦吧，我想吃了。行，老婆，我也不会做，我从网上看看怎么做。行。咱们把大料盐好好捣碎，清洗山楂。开始穿糖葫芦啊！先放点水煮开，水煮开了，咱们再放点白糖。差不多了，再来点白芝麻，再放点凉水里。苏荷，你给我做了糖葫芦，我给你做个法式小羊排，咱俩浪漫一下吧。这玩意儿好啊，老婆，一会儿咱俩挣点发家银，浪漫归浪漫啊，不能干别的。咱们这个法式小羊排得配点咱们草原的黄油。老婆，你快来一块儿，看你最近瘦的。挺好吃的。看看咱这羊排有没有水？哎呀，顶不住了，先来一口吧。哇，来吧，老婆，接着吃吧。哇，老婆，快乐呢？老婆，用外国人咋说来着 ？Cheers 一下，来 ，Cheers， 走一个。哇，这才叫生活呢！再来一口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快乐了吗？啊！吃肉必须配8+1，这才过瘾呢。
现在不用去饭店了，在家也能感觉到跟外国人吃饭的感觉了。行了，苏火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去吃甜点了。还是苏火做的好吃。